来看台中有一个50岁李先生，因为旧历甲新历的生日对袂起来，就去户政事务所调出示的证明，才发现讲身份证顶悬的一支拍唔对啊。户政事务所新进疏失，讲因为较早户口抄本是人工抄唔对，一支才会定打起，建议民众更换证件。不过，这个李先生讲伊食到50岁啊，身份证、护照、银行卡所有资料要改正，要了真侪时间。这个也要办了，这个也要办了，这个也要办了，这个也要办了。甲皮包内底证件摕出来，一张一张塞伫桌顶。住伫台中市大雅区的李先生愈讲愈气，因为大概伊参加宗教活动的时阵，总会互人提醒国历甲农历的生日对袂下。最近伊去户政事务所调阅出示的证明，发现家己记录是3月25出世，不过家己所有证件顶悬生日拢是3月23，原来是户政人员抄录的时阵唔对。你们公务机关所造成的百姓的一个错误嘛，因为我们资料是给对的啊，50年的资料，我一下子我怎么改？你例如说健保局、银行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监理站，各单位，还有外交部这个护照问题，你看我每次去每一天，如果一排的话，就是一天。那我就等于通通不要工作，就每天在那边排队。李先生批评户政单位的疏失，所爱伊开时间去改。大雅户政事务所特别承认错误，不过讲会当协助通报税务、监理、台电、台水、地政、健保署、劳保局这单位同步改新。不过护照、银行甲保险这资料也是爱家己办理。目前敢当建议民众赶紧改正，按来无办理关系户籍资料的业务，像讲遗产继承的时阵会出现错误。如果使用连贯性的户籍资料的时候，他们会发现资料有错误，那可能他也要再来更正。在紧急的状态下又要更正资料，那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不便。今年4月，台南一个陈先生，予邮局发现身份证2号竟然甲婚姻一个已经过身的王先生共号的情形，同款这原来是人工抄写发生的错误。台南市民政局是讲，早期人工抄写开的唔对，户政系统伫1996年电脑化了后，出错的比率已经大幅度降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